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网上有个热搜叫黑龙江一地有楼房1万一套，大家总是说咱们房价贵，买不起。黑龙江有个地方，它的房价只要1万块钱一套，这还贵吗？这个今天也上了热搜，顶楼1万元一套，5楼1.5万元、2万元一套，1楼4、5万块钱，学校、超市都有，啥都不缺。它不是那种农村，它是城市。这两天关于黑龙江双鸭山7星矿楼房1万元一套视频在网上又火了，业主表示人少楼多，所以便宜，大部分是开发商盖的回迁楼少，房龄不到10年，租房子不要钱，只需要交暖气费。你在那租房子住不要房租，你只要把它暖气费交了就行了，那不就白住吗？有这好事。有人说了，那你那房子就是便宜，错了。曾经他这所谓1万一套的房子贵的时候也卖到30万一套，现在居然降到1万一套。我们记得同样是黑龙江鹤岗一直是以房价便宜而出名的，出圈的。这还有一个比它更便宜的1万一套，贵的时候30万，跌到现在2、3万就能把它卖掉。你说这个跌了10倍，跌掉90%。虽然近年这3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提振3、4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效果并不显著。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3、4线代表城市二手房价累计下跌了7.35%，其中11月份环比下跌0.66%，同比下降7.29%。也就是说，全国二手房房价是这下跌7%，这个就说明了黑龙江双鸭山7星矿楼房低价现象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整个3、4线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缩影。2024年咱们就一直说很多3、4线城市都是鹤岗化，那你现在看，实际上就是鹤岗化越来越普遍了。双鸭山好像也是煤矿，我印象这些都是几个原因叠加到一起，导致房价越来越便宜。首先一个是资源枯竭城市，你比如说鹤岗、双鸭山，还有辽宁的阜新、安徽的淮南、云南的个旧，全国这样的地方非常多，资源枯竭。东北又特殊，它有叠加什么呢？叠加人口外流，人口出生率本身就在下降，人口还在外流，因为那地方比较冷，他们跑到云南、跑到海南、跑到广西，这几个方面一叠加，房价真的出现白菜价。鹤岗可是个地级市，黑龙江一套房子1万块上了热搜，恐怕也预示着2025年房地产还有的磨要说止跌回稳，恐怕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一直说北京、上海或者是深圳，你可以说止跌回稳，但是其他的城市都非常难，没那么容易。你看这个上海，就是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他说12月上海二手住宅成交25889套，为近42个月新高，环比增长8.6%，同比增长73%。2024年上海二手住宅共成交21万套，同比增长20%。价格方面，12月上海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0.18%，跌幅较上月基本持平。整体市场仍呈现以价换量态势，部分内中环中高端品质小区价格相对稳定。我们假设这个上海一个月都是跌0.18%，实际上上海2024年二手房价格下跌多少，它是有数的，我是不愿意查。你乘上以12，也就是上海的二手房2024年它的价格下降了大概是2%，但是它成交量增加了很多，这同比增长20%。你可以说上海的楼市稳住了，它二手房价格跌了2%或者3%，哪怕4%也可以，但是成交量暴涨。我想北京也差不多，这个你可以说它稳住了。上海的新房价格是涨的均价，但是你全国其他地方那就是一个惨。为什么说来说去还是跟韭菜的收入有相当大的关系根据央行最新数据，2024年住户存款增加14.26万亿元，以此计算，我国人均存款首超10万元，达到了10.7万元，也就是我们人均存款10.7万元。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拖后腿。按照这个地区来排行，人均存款最多的是北京32.5万，第二是上海25.3万，天津是17.3万，浙江16万，辽宁14.6万，江苏13.8万，山西11.6万，广东10.7万，广东正好平均值。但是记住了，这叫人均存款，一说人均就坏事了，把你跟马云放一起一平均，你还是富翁；把你跟张一鸣放到一起一平均，你可以排进胡润富豪榜。你说冤不冤？有很多人对这个收入没有概念，一个月赚多少钱是多，对吧？咱们中国人均收入到底怎么样？大家可以看一个视频。
关于咱们钱包的权威大数据来了，普通人真实收入到底有多少？看完这组数据，你准震掉大牙，惊掉下巴。中金数据把我国14亿人的月收入分为11个等级。第一级月入为0的人群，老人和小孩嘛，有546万人。第二级呢，月入0到500块的人群，大概有2.15亿。这部分人已经占据了总人数14亿的1/7了。第三级月入500到800的，大概有2.02亿。哎，就像你们海英村以种地为主的这个农民兄弟都在这个等级。第四级月入800到1000的，大概是1.24亿呀，就主要是在村里或者是基层市镇打零工的。这4类人加起来有多少了？算一算，5.46亿。这也印证了之前的权威说法，说我国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第5级是月收入1000到1500的，有2.43亿。在所有的等级当中，这个是人数最多的，大多数是刚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月收入是这个水平等级。第6级月收入1500到2000的1.72亿，大多数是什么呢？兼职短期工，就是非常的不稳定。第7级月收入2000到3000的2.03亿，这个是达到了目前的最低工资的标准。第8级月收入3000到5000的1.56亿，就是目前大多数的打工干饭人。像以上8个等级，也就是月收入在5000块左右以及以下的，总共多少人呢？13.28亿。换句话说你如果月入5000块以上，就已经完胜了全国95%的人了。真相说到这儿，你还觉得月入1万不算多吗？月入过万对于多少人来说，只是在梦里和网上出现的呀。特别是没脸没皮的互联网，把很多小概率的事件它反复放大出现，大家看多了，就以为那是大多数了，于是很多人嘛，这不是看多了，把自己都忽悠了。今儿看不上这个岗位，明天看不上那个工作。继续残酷说真相如今小区保洁保安的工资在多少？2500到3000左右。商场的收银员员工的工资多少？3000到3500。洗浴中心、餐厅等服务员的工资3500到5000。工厂流水线上的小哥小妹12个小时倒班，也就才5、6千。至于说装修工、水电工、木工、瓦工，一天能赚个2、300，不过确实是辛苦钱，而且起伏大，不稳定。对比之下，很多人会联想到跑街面送外卖的，说每天我老实跑的10多个小时，一个月能赚个8、9千，关键是薪资日结呀。可是还有一个关键，你们到街面看看，现在黄袍加身的外卖哥越来越多，这钱还真的那么容易赚吗？大多数失业的都把骑手外卖当作最后的兜底了。而骑手呢，在蓝领里确实也算高收入群体。接着说第9级月入5000到1万的有6328万人，这个收入对于职场人来说可能是个中层小领导。第10级才到了月入1万到2万的人群，多少人？784万人。各位，你好信儿到对面莲花山相亲角去瞄瞄去，很多人相亲的条件明确要求对方月薪过万，你也不照照镜子瞅瞅你自己月入多少？月薪过万，凤毛麟角。压轴是第11级，那不得了，月薪2万以上，全国仅有70万人，这个是本人2025年的努力方向。以上11级，您是哪一级？赶紧对照瞧。如果你一个月5000块，你已经超过95%的人了，95%的人人均就是月收入不到5000块。这就是为什么房价还要跌这就是为什么楼市它很难稳，因为大家收入不多绝大部分人月收入不到5000块，他拿什么买房那有人就说了，难道10年前人均收入高吗？10年前你的收入就有5000吗？实际上10年前差不多，收入分布都是这样，没什么变化。但是10年前不同的是，大家都相信房价永远涨，全民自觉不自觉的参与炒房，因为房价一直在涨，所以你买你不害怕。你是8000一平米买的，3年以后就变成2万一平米，你当然不担心，你杠杆越高越好，你杠杆越高你赚的越多。但是现在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过去了？最近网上在传言有一个房地产大 V 炒房大佬爆仓了，也就是爆雷，名字是谁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对这个房地产大 V 不太熟，这个行当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看网上到处在传言，那应该是个比较出名的人，以炒房著称。
程一直说，炒房的人最终会死在房产上，最终会暴雷。为什么？你炒房，你还能有许家印炒得多？你有孙宏斌炒得多吗？你有杨国强炒得多吗？人家不仅炒，人家自己还造房子，这些人都暴雷了，你这些炒房的暴雷很正常。也有很多人说，他说许老板为什么会暴雷呢？他难道看不到风险吗？这叫成也杠杆，败也杠杆。杠杆就像毒药，就像毒品。一个人炒房，他在2000年开始炒起，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他从一套房炒起，炒到2套、3套，他都是梭哈，都是全部加杠杆。因为前面10几年、20年告诉他，这房价只有涨一条路，不可能跌。既然都是涨，那你为什么不满仓？为什么不杠杆加到最大？所以所有的炒房的人基本上无一例外都会把杠杆加到最大。这个时候只要房价一跌，他马上就扛不住。你不用管他资产是多少，他2001年开始炒的时候资产只有几万块，他现在资产2个亿，那也没用。只要你杠杆加到最大，回调20%，他就要暴雷，就这么简单。我记得有个大 V， 财经大 V 说每年买一套。网传的这个大佬房产大 V 在1线城市持有几十套房子，我估计是在深圳的，每个月月供还按揭贷款就几十万，那估计都是金银贷。像他们炒房子的只能用金银贷。根据网传，该炒房大佬已经很努力的当房产博主，卖课卖房子，但是还是架不住这个房贷每个月几十万，房价还在下跌，首付的跌没了，最终爆仓还不上钱。这个大家也知道，你一旦还不上钱，那银行就要把你的房子给法院拍卖，一拍卖你那个价格，也就是说你的房子卖掉了，你还欠银行钱。现状就这么个局面。如果把你的房子卖掉，你就能把银行的窟窿堵上，那王老板为什么这么焦虑呢？每天忧心忡忡的，瘦成跟什么样？瘦成一道闪电了。他手上400多个万达广场，炒房客成也杠杆，败也杠杆。如果他是自己的资金炒，他没有贷款，那跌了他不至于爆仓，无所谓，跌了就跌了，等个10年8年，他说不定他就回来了。深圳的房价跌成什么样呢？今天晚上有个网友他说他是2020年花940多万买了深圳西丽某小区的房子。这个2020年正好是深圳那个炒房最厉害的时候，那真正的是叫山顶资本，他这个时候花940万买了西丽小区一个房子。现在他要多少钱？他现在挂牌价600万，根本都卖不掉。中介建议他挂580万，就再降20万，说有可能卖得掉。他现在正在犹豫。你看2020年到现在一共就4年时间，现金就跌掉360万，什么概念？真正的成了山顶资本，成了冤大头。关键他这个不是全款买的，他还有按揭贷款，他每个月还按揭，这个是过着什么样一个日子？这就是炒房的代价。他自己也知道，一旦断供，这房子就会被拍卖，完了你还欠银行钱，你还得还，不是说把房子给银行就完了。房价跟什么有关呢？房价跟租金水平也密切相关，对吧？如果你是租金高，那房价恐怕也会涨；租金低呢，租金下跌，那房价怎么可能涨呢？我们看看，根据科尔瑞这数据，2024年第4季度核心8城，这8个城市长租房出租率及变动情况。这个集中式公寓出租率方面，截至第4季度的12月份，只有北京、广州、南京、武汉出租率还在上涨，其余城市出租率均环比下跌。12月底，深圳集中式公寓出租率达到95.25%，与3季度基本持平，但环比下跌0.14%，也就是深圳这个集中式公寓出租率都已经下跌了。但是尽管如此，深圳出租率也维持今年较高水平，比去年同期94.4%还高。广州12月底出租率达到了95.32%，环比11月94.84%，上涨0.51%，也好于去年同期的94%。北京出租率12月逆势涨幅最大，达到了88.66%，环比上涨0.91%。北京也是今年在集中式租金平效维持比较稳定向上的一个城市，其集中式数量偏少，这些基础支撑这个城市集中式价值凸显。深圳尽管年底出租率有所下降，但整体情况已经在扭转去年同期跌势。这个叫集中式的公寓，它的出租率在下降，说明租房的人在减少。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深圳，离过年还有1个月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走了，很多店铺就关门，都回去过年去了。反正在这个城市又找不到工作，又赚不到钱，还租什么房？春节还有10多天，现在明显的感觉到这今年比不上往年。按理来说离春节还有10多天，大家都应该张罗过年呢，办年货，年味儿离春节越近，年味儿越浓。但是现
在大家都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的生活，一点都没有过年的气氛。我们再看看，面对现在这个形势啊，银行在干什么？上海证券报报道说，消费贷利率跌破2字头，有银行消费贷利率降至 1.8%。近期，银行、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平台等纷纷加大消费贷投放力度，并通过降低消费利率、赠送年终礼品等多重手段抢客户，甚至有的银行消费贷利率跌破2字头。记者了解到，中国银行广州某支行消费贷年化利率已低至 1.8%， 什么概念？你存3年期的存款不是 1.9% 吗？我有印象，这工行还是 1.9%， 就现在你消费贷居然利率只有 1.8%， 那严格意义上，如果你要方便，你还可以套利，这边贷消费贷每个月利率只有 1.8% 年化呀，你把这个消费贷你存到另外一个银行 2% 的利，你还能赚差价 0.2%， 你说这叫什么事？多家机构加码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的布局，特别在家电、汽车等场景上，针对特定场景人群推出相应的优惠措施。说为了更好的促进年关消费，多家银行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年底消费贷优惠，涵盖利率优惠、礼品赠送、积分回馈等多个方面。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个贷经理林小姐对记者表示，近期该行针对优质客户推出了闪电贷利率优惠活动，活动时间2025年1月2日至2025年1月26日。在此期间，消费者借款可以享受利率优惠券，优惠后的闪电贷款利率最低可至 2.68%， 比此前降低 0.2%。这是春节前最后一波冲刺。中国银行广州某支行个贷经理陈先生对记者表示，为了提振消费，近期该行下调了消费信贷利率，消费贷利率低至 1.8%。除了利息优惠外，办理额度超过30万还赠送1000元中石化加油卡。这个你想想 1.8% 的利率，你贷款40万，你把它换成美金5万多美金，或者5万美金你存到江苏银行，利息是 4.2%。你看看你吃这个利差就已经是 2.4%， 你就没有掏钱，是空手套白狼。这个40万你一年净赚9600，如果1年以后汇率达到了 7.8%， 你这块又赚5个点，你这一下无风险套利3万块，外加一张1000块的加油卡，这简直是送钱。这个算法或许不那么准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一，说明这个银行压力非常大，人人都去搞消费贷，因为其他的贷款它没有办法再拓展了，房子卖不动，按揭贷款别提了，企业也在收缩，都在叫资产负债表衰退，都在去杠杆，都在还贷款而不是去贷款，所以银行压力大，所以他年底搞这种消费贷没有办法， KPI 压力大。第二个也说明韭菜勒紧裤腰带，不消费不花钱，就是存钱，哪怕把利息降到 1.8%， 人家也不花。我在想，恐怕有很多炒房的人想办法每个银行去撸这种消费贷，能撸多少是多少，完了他去替换他经营贷或者替换他按揭贷款，开始倒贷款。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中指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12月10大城市二手房房价地图。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2024年12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 0.53%， 跌幅较上月小幅收窄，同比下跌 7.26%。2024年12月10大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 0.19%， 跌幅较上月持平，同比下跌 6.75%， 跌幅较上月收窄 0.4个百分点。整体来看，2024年核心城市二手房市场保持较高活跃度，深圳、成都在成交大幅放量带动下，房价已经连续2个月小幅上涨。深圳和成都的二手房房价还小幅上涨。进入2025年1月，市场逐步进入淡季行情，叠加春节假期影响，预计成交量环比将出现一定的回落。最后再说一下，今天万科债券再次暴跌。深社报道，交易所债券市场收盘，万科债普遍收跌，多只债券盘中临停，21万科02跌超 28%， 22万科05跌超 22%， 20万科06跌超 20%， 还有其他的都跌了10%几。万科债普遍暴跌，这个恐怕又是资本闻到了风声，这就是股债双杀。2025年刚开年，万科似乎就被推到了聚光灯下，现在债权人拿着放大镜仔仔细细的在看万科一举一动。总之2025年对万科来说恐怕是一个生死关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